过年时啊，出门行大爱特别注意哦。有一寡风景区是袂当赛车、奥多派入去的，亲像这台东的北龙大道是规年冬天拢禁止一般的轿车、奥多派入去。这过年期间，也受民众无注意甲车驶入去，一声就要吃罚单，上济是罚到1800块。台东县地上乡有名的北龙大道，今年春节期间游客人数虽然比往年少大约一成，不过也是有游客唔惊冷，到这行村欣赏油菜花田。不过路口明明表示禁止汽机车进入，不过也是有游客赛车、骑车进入残酷道路，影响骑慢车游客安全。为了闪车，怕会跌进去会啦。地上乡公所早伫103年就公告，为了维护自然农田景观，规年禁止非农用汽机车进入。高的管制点也设立标志，不过定有游客可能无注意，将车驶入自然农田景观区。环山分局表示，游客赛车、骑车进入，防诈险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。非农作车辆不得进入，若违反规定，将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60条2项2款。处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，请民众遵守管制规则，避免交通意外事故之发生。警方研判，因为今年春节期间东部户外气温低，部分游客可能惊冷，无想要落车，才会赛车进入自然农田景观区的北龙大道。呼吁游客爱遵守规定，若无受罚，影响旅游的心情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